他们成立到现在大概有15年。那开始成立的宗旨呢，是要对外来做诗歌布道。我们知道，在原住民的教会这个强项就是他们的歌声。那透过这样的一个侍奉，除了说协助小港医院这个诗歌布道之外，也协助鼓楼、枋寮、竹坑教会等等这些诗歌布道。那这个诗班呢，也期盼有更多的新血可以加入。那我们的青年呢，从我们的诗歌侍奉开始，来为主做工，为主发光。小港诗班呢，即将为我们带来2首诗歌。第一首诗歌是用阿美语唱的《福音传四方》，第二首诗歌《当来父恩典筵席》。